假如喺街邊見到個殘疾人士行乞，你同情心一起，施捨咗1蚊俾佢，點知轉個頭見到佢奇蹟康復，同正常人無異，你會好嬲。我知，因為呢1蚊原本你可以捐俾 LLHK 請佢飲咖啡，而家就俾人徹徹底底咁呃咗。嬲係人之常情。同類型嘅情況就發生喺2026年 YouTube 霸主 JFFT 嘅直播上。有關 JFFT 點樣成為 YouTube 霸主，我哋遲啲會再做影片討論。大家好，歡迎翻到嚟 LLHK 嘅頻道。今日想講嘅係 JFFT 肺癌師兄 call in 疑雲。而家個肺又跌咗3個腫瘤出嚟，基本上話係救唔到，得翻1年時間去生存，所以我都唔知點面對。JFFT 嘅直播，其中一個最受歡迎嘅環節，莫過於係觀眾 call in，唔同嘅觀眾打上去，同 JFFT 四子分享心事、趣事，彼此分享感受。四子樂於聆聽 call in 嘅師兄師姐敢於分享，觀眾從中獲得快樂，或者係予以支持，慢慢形成咗一個良好嘅溝通空間，吸引更加多人期望踏上呢個舞台，分享自己嘅故事。今次事件嘅主角 Bosco 聲稱係一個23歲身患肺癌嘅師兄，年紀輕輕已經身患絕症，單聽身世已經聽者流淚。J 台建基於保護每一位觀眾嘅原則，每當 Bosco 師兄出現喺 call in 等候區嘅時候，四子都樂意接聽佢嘅來電。開頭佢打上 J 台，同樣係想分享自己抗癌嘅心路歷程，後來定期都打上 J 台更新抗癌情況。J 台四子不停咁鼓勵師兄要保持正面。Chat room 嘅師兄亦紛紛為 Bosco 師兄集氣，由最初得知病情，到中途 Bosco 師兄分享病情有好轉。當觀眾都以為一切漸入佳境嘅時候，點知 Bosco 師兄喺2026年7月中再次打上 J 台告知噩耗。而家個肺又跌咗3個腫瘤出嚟，基本上話係救唔到，得翻1年時間去生存。我甚至乎諗過，不如等咗佢算啦，再等呢1年啦。我真係唔想咁快走，我而家先得個23歲啫。Bosco 師兄餘命1年，最慘嘅係佢冇小松菜奈喺身邊，最慘嘅係佢女朋友知道咗之後就封閉咗自己，佢唔敢同屋企人講呢個情況。床哥同費 Sir 得知 Bosco 師兄嘅苦況後，亦分享自己對生命嘅睇法。有啲嘢我哋決定到，有啲嘢我哋決定唔到。我哋決定到嘅係我哋呢一刻點樣去面對呢個事情嘅心態。你可以繼續好頹、好沉淪、好負能量咁去過每一日，直到離開。但係你都可以嘗試下享受埋仲有嘅1年時間。即係都有啲講法係人活着係其實係活幾個瞬間噶嘛。獲得掌聲嗰刻啊，畢業嗰刻啊，跟住同父母去做咩嗰刻，即係有好多呢啲片段。你 ham 嘅時候嗰啲走馬燈都係走翻啲最有感覺嘅片段出嚟。你可以去揾呢啲咁嘅活着嘅瞬間，呢啲都係活着嘅證明咯。我覺得雖然冇咩幫到手，但佢哋都無私分享，希望開解 Bosco 師兄。隨後喺呢個星期嘅直播節目入面，雞翼、兩燒、米爺都各自有勉勵 Bosco 師兄。J 台都盡可能完成佢嘅心願，合照送年宵 hoodie，日日都冇問題。晴天霹靂嘅係1個星期後 ，Bosco 師兄再次打上床哥心事台。今次出事嘅唔係自己，而係佢女朋友。我女朋友走咗，一次我拍咗12粒安眠藥，我話我已經做咗爸爸，但係佢已經攬住個小朋友一齊去食安眠藥。即係佢有咗我 BB。即係如果佢未走嘅，仲係1個月大嘅啫，真係好難頂。我自己個病又難頂，我女朋友走咗，同埋我個女走咗，我呢單嘢真係好難頂。情況急轉直下，自己患癌不得止，女朋友亦因為佢冇得醫而諗唔開，連食12粒安眠藥輕生。女朋友嘅家屬怪佢累人累己，打算告佢。咁啱，原來佢女朋友喺佢患癌之前已經有咗佢 BB， 仲要只係懷孕1個月，佢已經知道 BB 係女仔。Bosco 師兄一時間痛失2個生命中嘅最愛，呢個可以話係最 worst 嘅結局。原本以為呢個情況即係會喺韓劇睇到咩撞車、患癌、失憶，估唔到現實真係可以發生連環不幸事件。床哥聽到後，亦擺出難以置信嘅面貌，但佢依然保持節目主持人嘅職能，先照顧 Bosco 師兄嘅情況，照單全收佢嘅說話，喺安慰好佢嘅情緒，確保有專業人士跟進後，床哥先放心收線，可以話送佛送到西。但係故事發展到呢一度，會唔會太過離奇呢？床哥冇當場拆穿佢，明嘅保護手足。
但係部分較為理性嘅師兄就開始思考事件真偽，提出質疑嘅聲音。我唔認為一個人會攞呢啲嚟講玩咯。講真，較為感性嘅師兄就指責佢哋言論冷血，唔應該喺呢個時候思考事件係咪假。就現況嚟講，應該先信任 Bosco 師兄，照顧佢嘅感受。J 台嘅社群就事件瞬間分裂為聖母派同質疑派。同為護士又係遊戲直播主嘅陳兩儀，亦有就事件分享個人意見。12粒安眠藥會致死，我都想學下嘢。邊間急症會幫你 consult 晒咁多專職嘅人，仲要幫你排埋期，然後擺呢個 case 擺咁耐都唔上 ward。我都想知香港有邊間 A&E 咁得閒，懷孕1個月就知係女，邊個華佗咁能勁，我都想識下。根本就唔係咩 chat room 冷血，而係人哋濫用緊你哋嘅共情去 make noise 咋。佢根據佢嘅專業知識提出質疑，但就遭到部分人抨擊佢係冷血，偏偏冇人就呢啲質疑提出合理嘅解答。天網恢恢，喺呢個時候，有敏銳嘅網民單憑 Bosco 師兄熟悉嘅聲音，提供關鍵嘅證據，證明佢由頭到尾講嘅都係假。因為呢把聲音嘅主人早有前科，佢係一個熱愛編劇嘅觀眾，真真正正嘅狗急怕。網民指出，早於2024年喺 YouTuber 成成嘅心事台，有一位自稱係輝仔嘅觀眾，同樣係分享自己廢有事嘅故事。係師兄，你好，點稱呼？輝仔今日無啦啦喺條街度暈低咗，跟住入咗院，一醒翻就去深切 ICU 喎。我寫翻醫生同我講過話係懷疑，因為我自己加上有肺積水啦。輝仔話自己23歲，日食3包半煙，食煙食到肺積水，直入 ICU。又係一個可憐人嘅慘情故事，係咪好熟口面呢？主持人成成初時認真看待呢一位觀眾，聆聽給予意見，一切聽落同正常心事 call in 無異。直至呢把聲音再次出現，約半年後，正值成成當時舉行緊年宵，熟悉嘅聲音再次 call in。不過今次佢就唔係輝仔，而係自稱係 Jackie 仔。Jackie 仔表示有一事相求，係咪 Jackie 仔？係啊，因為我最後一次見你啊。其實我因為個頭有腫瘤要去英國做手術，同埋仲想講咧，新嗰個媽咪成日打我，即係你個後母，跟住成日剝咗我條褲打我周喺度。吓？跟住有次仲試過，即係攞把刀嚟嚇我咁樣，即係喺度片我咁咯喺度。16歲嘅 Jackie 仔年紀輕輕就要面對咁多慘事，成成隨即黃大仙上身，有求必應。但喺同一個直播嘅後段，就發生咗一件十分吊詭嘅事。輝仔竟然偷咗 Jackie 仔嘅賬號 call in，成成好快就識破咗輝仔嘅大話。輝仔，你做咩偷人 account 啊？你偷人 account 都改個名先啦，你仲寫緊 Jackie 噶街？我問多你一次，你係輝仔定係 Jackie 仔？輝仔啊！我問到個問題，輝仔同 Jackie 仔係咪同一個人？唔係啊！我俾晒方法你庭外和解噶啦，你去到呢度都仲要講呢啲嘢？呢把熟悉嘅聲音堅稱輝仔同 Jackie 仔唔係同一個人，呢兩個人都會去年宵現場同成成相應。劇情後續發展比漫威嘅多元宇宙電影更加無聊，但導演一日未嗌 cut， 戲都要繼續演落去。轉眼間嚟到大結局 ，Jackie 仔真係有去到年宵同成成相見，並喺現場指咗一位從來都冇出聲嘅仁兄，稱佢係輝仔。你話係啊係咯，你喺香港啊，指住隻馬話係鹿啊，都有人信噶啦。Jackie 仔明明話要坐4點鐘飛機飛去英國，但係3點半都仲喺年宵現場，係是但啦。可能奇異博士開傳送門送去英國呢？其實我嗰日講嗰日最尾嗰日我嚟嗰日咧，係因為我轉咗個機票，轉咗去20號先飛，所以我先嚟。明噶啦 ，Jackie 仔，你唔使再提供更多故事細節，個故事已經很圓滿，無謂再做多啦，已經完美閉合啦 ，Jackie 仔，你唔知輝仔？成成再冇聽佢吹水，輝仔又好 ，Jackie 仔又好，事後都再無 call in 成成嘅心事台，似乎係轉台嚟到 J 台。當然，輝仔同 Jackie 仔呢兩把聲音雖然係人有一樣嘅級數，但佢哋從來都冇承認過自己係同一個人。成成台嘅觀眾只不過係99% 相信佢哋係同一個人，都唔係全部噶。估唔到熟悉嘅聲音，竟然今次係出現喺自稱 Bosco 師兄嘅身上。熟悉嘅人物背景又係患病咩悲慘家庭背景，大家不妨嚟個聽力測試，睇下大家分唔分到邊把聲係輝仔、Jackie 仔、Bosco。女朋友知道咗，但係屋企人未知，但係唔知點同我哋開口。跟住今朝佢話情況 OK 啊，俾我出院放1假，但係後日要翻去醫院瞓翻病床。
因為我4點鐘要去機場，但係我攞唔到2點鐘個場，我淨係攞到4點至5點嗰個場咯。我開頭咧，我係斷片嘅，但我最記得係個人係無啦啦抽筋嘅，跟住就暈低咗。因為知我女朋友個消息，我即刻同我醫生講話唔得，我要睇我女朋友去出院。跟住佢10點幾暈低，跟住起身嘅時候係4點。我老豆都係一個好躁狂嘅人嚟，佢有躁狂症，佢由細打到我大。相信大家聽完之後都心中有數。有網民將3人聲音做埋聲紋對比，結果係中等或者大程度3把聲係來自同一個人。佐證影片喺社交媒體同討論區瘋傳後，風向立即轉向，社群共識認為 Bosco 嘅故事係假。Bosco 起初亦有喺語音群組反擊，表示醫院姑娘可以為佢證明，使鬼咩？師兄你求其影張醫學證明咪得咯，前提係你有嘅話。事後 Bosco 師兄嘅社交媒體亦剷去頭像，正式潛水。喺事件發生後 ，J 台三子、雞翼、梁少、米爺亦有回應事件。無論觀眾嘅分享係真係假都好 ，JFFT 都會無條件選擇相信，特別係一啲嚴肅嘅話題，呢個正正係佢哋同觀眾溝通嘅關鍵。佢哋只係負責擔任聆聽者嘅角色，並唔係一班專業嘅輔導員。就算 Bosco 師兄件事係假，咁咪好咯，多一位觀眾長命百歲繼續支持 J 台。當然 J 台亦呼籲觀眾保持觀望態度，保持獨立思考、批判思維，可以關心，但無需上心。成成方面亦有就事件作後續討論，印證 Bosco 師兄嘅語音程式帳號，亦曾經打上過佢嘅心事台，懷疑 Bosco 師兄原來已經露埋真面貌嚟作嘢。當時成成用緊一個會見樣嘅 Apps 嚟接 call in， 其中一位入線嘅師兄，熟悉嘅聲音又再響起。喂，師兄你瞓緊醫院啊？係啊，搞咩啊？肺炎咯，係住院第幾日呢？第24日。因為我阿媽成日食煙咧，跟住係咁聞啲煙咧，聞到肺炎。師兄17歲就肺炎入廠瞓咗24日，又係肺。有網民根據前文後理估計 ，Bosco 師兄嘅中之人應該真係身體有事，成日要出入醫院，住院太悶，所以就釋放思想自由，忍唔住 call in 作故仔。無論如何 ，Bosco 師兄嘅故事係真係假都好，至少觀眾嘅善心係真。如果師兄真心有病嘅話，希望佢有病快啲好，冇病就最好。諗深10層，點解 Bosco 師兄嘅大話可以成功呢？可能 Bosco 師兄會覺得自己好醒，但係唔好意思，佢之所以呃到人，完全唔係佢嘅故事編得太好，而係佢利用咗 J 台同社群之間嘅信任。同樣嘅情況，換咗喺咁關注早上，真假都冇所謂啦，都係當甜股聽。但 J 台嘅 call in 往往涉及認真嘅心事，而 J 台面對嚴肅嘅 call in 嘅時候，習慣係先安慰、先聆聽、先俾正能量，而唔係即刻質疑。呢一種認真聆聽嘅態度，容易感染觀眾。聊天室隨即洗版亦上喊、祝福、加油嘅留言。呢一種集體嘅善意會形成短暫嘅共識，大家都會當故事係真，於是就更加少人即刻公開質疑。又咁講 ，Bosco 師兄講大話，這樣做對佢有什麼好處呢？冇噶，切合頻道主題。純為好玩咯，又唔止係咁嘅。喺呢個講求關注力經濟嘅年代，有得上精華，受到萬人注目，可能就係 Bosco 師兄想要嘅。咁過往 J 台都有玩家嘅 call in， 點解今次玩家就有問題呢？因為過往嘅玩家 call in 都係以搞笑為主，情節再曲折離奇都好，觀眾都係一笑置之。但今次嘅話題相對嚴肅，觀眾係付出咗同理心了解當事人。當佢哋發現被呃嘅時候，就好似狼來了嘅故事一樣，觀眾嘅善意被呃一次，警戒意識自然會提高。下次同樣故事出現嘅時候，聊天室好大機會會先質疑：喂，係咪又係 B 費手足啊？而再唔係選擇先同情，真正有需要嘅求助者就會更難被認真看待。所以今次初時選擇同情 Bosco 嘅觀眾係冇錯㗎，佢哋只係展示咗人性美好嘅一面，錯嘅係編織故事嘅說謊者。即係我覺得，如果因為呢件事令到你個人嗰個對人失去信任，係啦，就會比較傷。呢樣係觸及 J 台最核心嘅宗旨，保護每一位觀眾。先前講 J 台通常喺直播係聆聽者嘅角色，呢一個講法唔完全正確。喺可行嘅情況下，佢哋聽完觀眾嘅心事後，係有可能行多一步，令事情發展有一個正面嘅結果。例如之前就有未成年觀眾 call in， 表示自己有可能面對危險。床狗話唔係，床哥係會行多一步，即時介入揾觀眾嘅媽媽傾訴，代觀眾發聲，令該名觀眾得到一個有效嘅解決方法。又例如 J 台經典事件，冇錯係掉低咗梁少嗰次。JFT 史上最癲一次，為觀眾封關前直闖日本，已故著名觀眾盧哥喺 J 台早年直播，曾因為個人攝影展搞唔成，而喺 call in 中情緒崩潰。
當時 J 台三子、雞翼、床、米馬上趕喺疫情封關前遠走日本，驚喜到場，現身陪伴，安慰盧哥，希望陪伴佢走過情緒低谷。正正因為一個又一個嘅 call in 係真實，先能夠建構到直播中同觀眾嘅信任，令人願意行多一步，令事情迎來更好嘅結果。而 Bosco 事件真正重要嘅唔係邊個喺度吹水，而係我哋仲有冇能力喺保持善意嘅同時，保留一啲基本嘅質疑。直播主同觀眾仲有冇責任去保護呢一個可以講心事嘅空間？唔好令佢變為純粹關注力嘅狩獵場。善意好珍貴，但善意一旦被當為免費資源去消耗，最終受傷嘅永遠係最需要被信任嘅人。咁今集就嚟到呢度，訂閱讚好，我哋下次再見。其實呢條友無論有冇病啦，其實佢都係一個好需要有專業人士去跟進嘅人嚟噶。佢唔係身體上面嘅問題，佢就係一啲心理、精神上嘅問題。佢點都係有病噶啦，其實。而我哋俾一啲街仔傷害完，係咪就今生唔再信任人，或者係對任何人都充滿戒心？唔係嘅，身邊善良嘅人都係多嘅，我相信係佔大多數嘅，就係咁。